大家好，我係多一川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夜晚牙痛好多時都係急性嘅牙髓炎引起嘅。簡單啲嚟講，牙髓炎就係牙神經發炎，而牙神經係嚟自三叉神經，通常都會發生喺蛀牙比較深嘅患者身上。急性牙髓炎咧，最典型嘅症狀咧就係自發性疼痛啦，成日一陣一陣咁樣痛，仲會喺夜晚特別嚴重。點解咧？因為瞓低嘅時候，心臟供血係會增加嘅，咁大腦嘅血液循環就會更加充盈，血管壓迫嘅神經，痛感就會更加加劇，搞到你成晚都冇得瞓，甚至係痛到發夢都會驚醒。咁另外溫度刺激都會影響痛處啦，所以有時會見到啲病人攞住支凍嘅礦泉水敷住塊面，目的就係幫手緩解疼痛啦。呢個就叫做熱痛冷緩解。不過治療牙髓炎唔單止係止痛咁簡單，真正有效嘅方法就係動牙根治療。咁動牙根治療之下，一定要聽醫生嘅建議，適時做恒泰或者係裝管修復，防止牙齒斷裂，延長牙齒嘅使用壽命。所以如果夜晚牙痛得好犀利，唔好拖，盡快去睇牙醫，避免問題惡化，搞到連牙都保唔住。關注我，好你嘅口腔健康。